别喝了。子睿，这酒为什么喝不醉啊？这里面装的都是果子露，怎么可能喝醉呢？再说了，韩少君交代过，不让你喝酒，喝酒伤身体。这韩硕为什么事事都要管着我？那，这位姑娘，在为何事发愁啊？你搞这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向你赔罪。芊芊，既然你不想复习考试，以后我不会逼你了。那就好。干什么？你不觉得有一个人偶特别像你吗？好像是哦。那这个呢？像谁？这……哎，对不起啊，断了。没事，把腿接上就好了。接不上了，都怪我。一个人偶而已，为什么这么伤心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对于普通百姓来讲，我们是高不可攀的存在。随便一句话，他人的命运就会轻易的改变。他们就像这个泥人。以前我做了一些事情，轻而易举的就决定了别人的命运，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别人的想法和心情。自从我诊出心疾，方便天下名医，都说我活不过20岁。我原来以为我就要这么客死异乡了，可未曾想到的是，你出现了。是你为我求来龙骨，治愈心疾。至此我才明白，谁的命运都不是生来就注定的，也许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，正如我一样。你让我重新站起来，就如同武功渐失的你要赢得武士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那你觉得武功尽失的我能赢得武士卓选吗？不知林七小姐找下官出来所谓何事？林七小姐有何吩咐，尽管说便是，何必备来如此厚礼？下官当真是，这怎么好意思？你听好了，我要你在午考之时，不管如何的排位对阵，只要让陈芊芊与我比试。三公主，这些银两只是定金，剩下的自然少不了你的。林七小姐的吩咐，下官自当全力以赴。我要亲自收拾他，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丑。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一个？坏的吧，让我听听还有什么事儿能够更坏。听闻林七买通了武士官，要亲自与你一决高下。
都到这份上，还能有好的？好消息是，我能让你赢。三公主，三公主，我们主子今日着实不方便见客，您请回吧。话，就说2句。张姐，三公主，请回吧。剧主交代了，最近不想见您。张姐，我今天就是来想问问你，是不是只要我赢得了少神主卓考的武士，你就答应我做复健，答应我重新试着站起来？公主别为难小的了，剧主是不会见你的。张姐，张姐，那你不说话，我就当做是你默认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可以赢得武士的，到时候你不要耍赖不认账啊！到底是谁在耍赖啊？张姐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我都会做到的。